拄仔迄个歌吼真好听啦吼，会使搁请你好啊，甲阮唱一遍互阮听无？哦，好啊，无问题。拄仔迄个探我也会，伊一咧讲迄个老人迄个失智的故事，到尾啊，失智症是尾也叫名词啦吼，所以台语应该讲失智安尼讲。其实阮妈妈本身就是啦，伊80几岁迄阵啊吼，伊就袂认的人啊，所以我叫阿灿嘛吼，我等于家己的讲啊来坐啦，我阿灿呢，无啦，阮阿灿伫台北啦，我彭姐姐呢，无啦，彭姐姐伫电视啦。啊，所以这讲起来小可迄落，种啊老人，伊会停伫某一段时间，伊过去，所以阮妈妈伊拢会记伊少年时代代志，伊做查某囡仔时阵，迄个较好的记忆，安尼嘛好啦。伊想过啊，我较早做查某囡仔，啊，阮阿爸呢还袂来甲我载，所以你唱这歌，我小可有安尼艰苦，麻烦你即慢慢看我，好无？啊，你好好甲唱一遍好无？怎样叫我放袂记初次的滋味？怎样叫我放袂记熟悉的气味？我想要返去。出现的迄一日，我想要返去，但我也会记，我要亲像我毋捌离开，我要予你安安放开。请你听我讲，我爱你。人生若无你，我不知要对倒位去。我要亲像我毋捌离开，我要予你安安放开。我要请你。生若无你，我不知要对倒位去。谢谢，看我要。